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1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根据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他说在过去的1个月里，俄军在顿巴斯夺取了相当于半个伦敦大小的领土。据悉，这危及到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波克罗夫斯克、库拉霍沃和韦利卡谢尔卡。此外，俄罗斯武装部队正在逼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该州是乌军在东部的军事行动核心。根据这个《金融时报》的说法，那就是俄军在顿涅茨克又发动了这个非常猛烈的反攻势必要拿下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红军村这个已经打了5个多月了在库尔斯克呢，双方这个也是发生了激战，前线共发生201次战斗。乌军第225突击营在达里诺附近取得进展，成功将俄军从重要阵地赶出。乌军第36海军陆战旅与其他部队一起在库尔斯克地区击退了俄大规模机械化进攻。俄军使用了装甲车、坦克和沙漠越野车。乌克兰武装部队第225突击营指挥官叫奥列克桑德尔在苏梅稍事休息的时候表示，我的感觉是俄罗斯有无限的人，他们派出小组，几乎没有人活着回去。第二天又有一个小组出发，这个小组中的新人似乎不知道之前的俄罗斯人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们进入了未知的世界，没有人告诉他们任何事，也没有人回去。这个乌军的第225突击营的这个指挥官说我有信心我的部队能够坚持下去，但不太确定为什么。他说我不知道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也许我们应该在这里待4个月，然后转身离开。根据很多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对库尔斯克地区的袭击夺回了乌军控制了40%的土地，但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根据这个凤凰卫视的报道说这个俄军继续在顿涅茨克市域进行军事行动，俄第150步兵师沿库皮扬斯克、斯瓦托维、克里米纳一线开展进攻行动。俄军原顿巴斯民兵第1军野狼师15国际旅现已编入俄军第150步兵师15旅。这支部队刚从库尔斯克轮战结束，随后加入到顿涅茨克库拉霍沃战役。根据俄罗斯的这个军事专家分析他们认为欧洲和北约正在积极可能升级的俄乌战事做好了各种准备，并加强了整个欧盟对俄东部边界的戒备，增加对军工联合体的资助。这些行动足以证实了欧洲在没有美国支持的可能态势下，使乌克兰能够旷日持久的反击俄罗斯的进攻。这是俄罗斯的专家他们认为。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12月5号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说，波兰一高级官员表示，实际上就是波兰的财政部的副部长叫帕维尔·卡尔波夫尼克，他说欧盟已准备好在美国退出7国集团达成的500亿美元乌克兰贷款协议后提供财政偿支持。这个卡尔波尼克说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可能会退出这一协议。根据该协议7国集团国家将共同为乌克兰供500亿美元的贷款，这笔贷款将由西方冻结的超过2000亿欧元的俄罗斯固定资产所产生的收益偿还。美国和欧盟分别承诺出资200亿美元，其余由英国、加拿大和日本分担。但是特朗普的态度为协议的执行增添了不确定性。这个波兰的财政部副部长说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无论特朗普如何表态，欧盟都将采取措施确保这500亿美元能够移交给乌克兰。也就是欧盟现在已经做好准备，就是底线思维就是特朗普不支持乌克兰，那么欧盟他们就要独自支持乌克兰，抗俄到底说最新的民调显示大部分欧洲人依然支持乌克兰，87%的受访者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71%的受访者支持对俄罗斯政府、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68%的受访者同意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60%的受访者赞成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58%的受访者支持欧盟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76%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构成了对欧盟安全的威胁。荷兰的国防部长叫鲁本·布雷克斯曼表示如果就乌克兰问题达成不公平的和平协议，俄罗斯将有能力攻击北约。荷兰的国防部长说如果俄罗斯能够根据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保留其目前控制的乌克兰的领土，那么它将能够比北约
更快的动员和扩张，这个是必然的啊。如果俄罗斯获得了乌东4个州，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乌克兰是土地换和平，那么这个和平啊是虚妄的，不可能长久，要不了几年啊，俄罗斯就会继续向西进啊，因为北约没有脾气啊，打了也是白打，而且俄罗斯他会动员乌东4个州的这些人，对吧？让他们上前线，一举两得啊。这俄罗斯历史上就这么干，现在也在这么干，对吧？俄罗斯它是有计划的消灭俄罗斯的这个叫黄种人，远东地区的黄皮肤的这个叫边疆少数民族，而这个莫斯科、圣彼得堡这些地区，它征兵本来就少啊，征的兵呢也只是在俄罗斯国内，不上这个乌东前线的。边疆地区的人穷一点，给上丰厚的待遇，再加上威逼利诱，一举两得啊，这些少数民族人口就越来越少，最后直至消亡。所以他一定会动员这乌东4个州的人去约打仗，这不就是一举两得吗？然后再用俄罗斯人去填补乌东4个州啊，就像海参崴一样，海参崴以前全是华人呢，全是中国人，现在还有一个吗？人呢？俄罗斯是留地不留人，所以这个欧洲如果还对俄罗斯绥靖，那就是自取灭亡。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外交部称，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合作确保乌克兰能源系统持续的谅解备忘录。据悉，备忘录规定，美国可提供总额高达8.25亿美元的援助，实际上就是为了保障乌克兰的电力系统正常运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乌克兰将在未来几周内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获得500亿美元。布林肯表示我们目前正准备从俄罗斯冻结的资产中拨款500亿美元给乌克兰，这些资金将由我们和欧洲在未来几周内分配，为乌克兰明年提供支持。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在呼唤投资论坛上表示他说美欧冻结了俄罗斯外汇储备，但还没有被其据为己有。普京在谈到俄罗斯外汇储备遭冻结问题时称，然而美国和欧洲还是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他们确实还没有采取最后一步骤，冻结了，但还没有据为己有。这个咱们节目也说过了这个美国和欧盟这些国家对俄罗斯之制裁，就是将俄罗斯的主权资产和私人投资者资金进行冻结，不是没收只是冻结。这个总额大概是3000亿欧元，其中欧盟境内冻结了2000亿欧元。这个欧盟境内的呢，又是大部分位于比利时的叫国际证券托管机构占上。这个比利时的国际证券托管机构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算和结算系统。欧盟和美国把这钱冻结，然后这些资金冻结之后，它不是产生收益吗？用这个收益来援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侵略。那这一次七国集团呢，他们希望把这个对乌克兰的援助要加大力度，也就是一次给他多给点钱，给他500亿美元。这500亿美元是由谁来出呢？是欧盟这7国分摊，把这个钱先借给乌克兰，然后拿什么钱还呢？就拿这些国家冻结的俄罗斯的资产产生的收益来还。那就相当于这个乌克兰向 G7 国家贷款500亿美元，然后欧盟是200亿，美国200亿，剩下的日本加拿大这些国家是100亿，然后还款来源就是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收益。玩得好用俄罗斯的钱反抗俄罗斯的侵略。但是呢，有可能特朗普上台以后他不干，就是美国的200亿他不借，那欧盟说了，如果美国不借这200亿，那欧盟就再多借一点，就剩下的国家7个国家每一家再分摊一点，就这么简单。反正还款来源还是那个冻结的资产的收益。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他说乌克兰有足够的兵力参加2025年的战争，但战争最终将在谈判中结束。这场战争和所有战争一样，将以谈判结束，但乌克兰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我们的工作是帮助乌克兰巩固其地位，他现在有足够的实力在2025年继续战斗，而我们还没有看到普京有谈判的意愿，他们没有放弃领土野心，他还没有放弃完全征服乌克兰的想法。这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的话。德国的这个反对派领导人叫弗里德里希梅尔斯，他宣布未来几天将访问乌克兰。你看看他还没上台呢，他好像现在还在竞选呢，结果还不知道，人家就要先到乌克兰访问了。这梅尔斯呼吁成立一个由德国、法国、波兰和英国组成的联络小组，制定一项支持乌克兰直至结束战争的欧洲联合战略。他说必须通过一切必要的外交、财政、人道主义甚至军事手段支持乌克兰，以便其行使自卫权并恢复领土完整。
你看啊，这个梅尔斯啊，很有可能是下一任德国总理，也就是明年2月，这个比舒尔茨啊更加强硬，也就是他倡议啊，德国、英国、法国、波兰联合起来，通过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支持乌克兰。那也就是说啊，如果美国不支持乌克兰，那么就是这4个国家成立一个联合小组，然后再联合欧盟啊，其他国家支持乌克兰打到底。如果不打的话，那就等着5年以后啊，或者是10年以后，这些国家，尤其是波兰，就得挨揍啊。12月5号，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表示，乌克兰在领土让步问题上不会与俄罗斯妥协。关键啊，这个西比加的讲话全文发布在乌克兰外交部网站上。西比加说啊，我们的领土完整、主权或未来安全不会有任何妥协。也就是按照时髦的话说啊，按照大国经常挂在嘴上的，就领土问题不容谈判。乌克兰外长在欧安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会议上就有关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妥协的声明发表讲话时发表了评论。他表示啊，乌克兰作为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的一部分的地缘政治确定性，也就是说啊，你这北约你要邀请乌克兰加入，确定性。这个华尔街日报啊，他又透露消息啊，又在放风啊，说12月5号的消息啊，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团队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的谈判中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华尔街日报啊披露了详细信息。但是同时啊，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支持美国现任总统拜登迅速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努力，称这将使特朗普在解决俄乌冲突的谈判中对俄罗斯产生影响力。特朗普团队对让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联盟兴趣不大，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加入北约对该国是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这个咱们昨天也说了啊，乌克兰人不能再第3次上当，前面有布达佩斯，后面有明斯克协议，这2个都是废纸，2个协议都不能保护乌克兰。特朗普拿什么保护乌克兰？特朗普也只能干4年，对吧？再牛你也只能管4年，所以乌克兰人不可能第3次上当啊。你现在的停火拿什么保障？拿什么约束地保老人？拿什么约束俄罗斯？对吧？你前面2个协议都约束不了俄罗斯，你这现在拿什么协议约束的？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国内啊，这个在俄罗斯在互换的投资论坛上，普京说啊，乌克兰方向军事接触线的局势将决定俄罗斯未来几年的命运。这个普京啊，他还说啊，我们都清楚，在很大程度上，军事接触线前线的局势将决定我们国家未来几年，甚至可能是几十年的命运。说明普京已经预料到了啊这个事情的严重，几十年的命运，甚至上百年的命运。在乌克兰战线上的失败，就会导致俄罗斯被肢解，俄罗斯啊土崩瓦解，自我崩溃。这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啊，他说俄罗斯不会用核武器威胁任何人，而只是在乌克兰冲突背景下警告有核大国间发生冲突的风险，而这种冲突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扎哈罗娃发表声明称啊，俄罗斯不会用核武器威胁任何人，任何与之相反的言论都不过是蓄意的反俄谎言。我们以最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对待核威慑政策。他表示啊，俄罗斯的理论指导方针纯粹的保留了防御性，并且还相当严格的表明了有关俄罗斯保留使用核武器自卫权利的极端情况。扎哈罗娃说啊，俄罗斯在上述问题上的官方声明没有越过这些指导方针，完全符合我国的国际义务。这不是威胁的言论，而是威慑的经典逻辑。这个俄罗斯人的说话很难懂，也不知道是不是俄文呢，比较难翻译。总之他这一段话里面前后都矛盾的，这俄罗斯人恐怕都是这样，这不喝酒都这样，要一喝点酒，那你更不知道他说啥。那个地波老师天天盘核按钮都已经盘出包浆了，那个五夫一娃，这个扎哈罗娃也在内啊，五夫一娃一斤，把那个核武器就挂在嘴上，腰里就别着2个核弹，逮谁跟谁来，对吧？没事就拿出来摆弄。完了之后他说啊，我可没有威胁任何人。你说这不是整个的一个神经病吗？也有可能啊，前不久啊，这个地波老人修改了这个核学说啊，人美西方根本就不拿当回事，到现在也没来得及看，也没来得及研究，这地波老人都等不及了。你让他改呀，他要再一次修改他的核学说，一看啊没起到效果，这个扎哈罗娃跑出来一说啊，我这个不是威胁任何人，就挽回的面子，本来想吓唬别人没吓唬到，然后他说我这不是吓唬别人，这个为地波老人啊下一次修改他的核学说啊留下了空间，把一个核威慑力量深深的玩成这样，让人笑话。核武器是威慑用的，不是挂在嘴上
天天要扔，你要扔，人家让你扔，你也不敢扔，你不是笑话吗？你看现在美西方都已经疲劳了，他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人家根本就不在乎，爱扔不扔。这个扎哈罗娃很有意思啊，这个欧安组织啊要召开会议，就在马耳他，然后这次啊特批允许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出席。本来啊说要把这个扎哈罗娃一同出席这个欧安组织这个外交部长会议，结果啊临近出发了，扎哈罗娃获得接到通知啊，他的马耳他签证被吊销。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消息称，轮值主席国马耳他在活动前夕以可控因素为由吊销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获发的签证。此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情况，也就是俄代表团成员居然没有获得签证，恐怕是担心这个扎哈罗娃去了，这前言不搭后语的在那胡说八道，直接给他吊销了。关键啊，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俄罗斯应该硬气起来，对吧？你不让扎哈罗娃去，吊销他的签证，那我们就不参加了。但是啊，这个拉夫罗夫还得屁颠的跑去啊，因为他很难得的机会啊，获得这么一个机会。拉夫罗夫这个代表俄罗斯啊，他们是积极的，特别想融入欧洲啊，所以欧洲所有的会他们都想参加，去凑个热闹，也不管人家欢迎不欢迎。12月日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称，亚美尼亚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意图是一项主权决定。拉夫罗夫表示啊，俄罗斯尚未收到亚美尼亚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文件。他补充说啊，俄罗斯没有强迫亚美尼亚加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但认为最大限度利用该组织符合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安全利益。拉夫罗夫提醒注意，俄罗斯和其他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没有采取任何被视为对亚美尼亚关闭大门的行动。这个亚美尼亚总理啊帕西尼扬表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与亚美尼亚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亚美尼亚认为自己该组织之外。他表示，现在亚美尼亚重返参加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活动已不可能。大家都知道吧，亚美尼亚为什么要退出吉安组织啊？就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为吉卡、纳卡地区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亚美尼亚希望俄罗斯啊作为这个吉安组织的带头大哥，对吧？出来劝一劝。哎，吉安组织啊，那亚美尼亚是吉安组织成员呢，他遭到这个阿塞拜疆的攻击。阿塞拜疆是曾经的吉安组织成员，人家好像已经退出了吧？希望这个俄罗斯的大哥你过来主持一下公道。结果俄罗斯说他没看见，那后来再找他，他说没空。那个在纳卡呀，还有俄军驻扎在那儿，那俄军被打跑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阿塞拜疆后面是土耳其，普京啊有点玩不动这个埃尔多安，盘不动埃尔多安，所以他就牺牲亚美尼亚。那你说亚美尼亚留在你个吉安组织干啥呢？他都已经被人打成这样了，你屁都不放一个，完了还让人家留在吉安组织，是3缺1还是怎么着？出门面是吧？所以人家亚美尼亚肯定要退出吉安组织啊。这俄罗斯就拿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实际上就是跟土耳其做交易，牺牲亚美尼亚的。后来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矛盾还是靠欧洲，也就是欧盟啊来调解。理由很简单，阿塞拜疆它的天然气要卖到欧洲，哎，他们都认欧洲、认欧盟啊，都不认这个俄罗斯这大哥。这个布罗夫怎么还舔这个脸，好意思说啊，这个吉安组织啊成员国没有对亚美尼亚采取什么关闭大门的行动，意思就是不是吉安组织把亚美尼亚开除掉的。这个吉安组织实际上就是模仿北约，为什么搞成这样的？好像最多的时候是15个成员国，现在恐怕就4、5个了，5、6个。总之啊，这个坐一桌的难呢。为什么被搞成这样？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啊自私自利。现在对吧？也不知道撒泡尿照照镜子，在乌克兰战场上被打成这样，他还要强出头啊，还要打肿脸充胖子，还要当老大。现在我看啊，也只有什么白俄罗斯啊、哈萨克斯坦啊、乌兹别克斯坦啊，就这么几个国家，哎，天天跟着后面混吃混喝的吃席啊。纽约时报报道啊，说格拉西莫夫就是俄罗斯的总参谋长，特别军事行动的总指挥啊，格拉西莫夫11月27日打电话给布朗，也就是给那个美国参谋长联谊会议主席布朗，警告他俄罗斯军舰即将在地中海试射高超音速导弹，他建议美国军舰转移到安全距离之外。12月3日，俄国防部公开宣布了在地中海东部的进行的实验。据纽约时报报道啊，说格拉西莫夫还告诉他的美国同行，克里姆林宫称这种新型导弹为奥雷什尼克，哎，就是俄罗斯人称之为真数的导弹，应该是这个吧。总之啊，很奇怪啊，这个说布朗的发言人杰里尔多西证实了这次通话，并补充说啊，应格拉西莫夫将军的要求，布朗将军同意不主动透露通话内容。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俄罗斯人要在
地中海试射超高音速导弹，先要通知美国人，害怕因为他心里没谱啊，那玩意儿也不知道打哪去了，也可能自爆，他控制不了啊，万一炸着美国人军舰，那不就出大事了吗？所以他希望啊，美国人你把军舰开远一点，配合一点，这万一炸着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先要给美国人打电话。那个试射那个针数导弹的时候，也是给美国人打电话，提前半小时通知。你说这地波老人他到底是怕美国呢，还是不怕美国？现在人在防护的，作为硬汉，按理来说不应该怕美国。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媒体报道啊，说大国终止向俄罗斯出口机床、电子产品及金属制品。在加强了对军民两用产品的出口管制措施之后，大国终止了对俄罗斯的多项产品出口。相关供应商透露，被禁止出口的商品主要包括电子产品以及如金属、气体和矿物相关的商品，这其中包括机床和餐具，连餐具都要限制出口啊！那地波老人吃鱼子酱拿什么吃呢？说12月1日起，新的出口管制清单正式生效，该清单涵盖了从毒素、微生物到航空航天设备等10大类两用物品，就是军民两用啊，每类包含数千种商品，总清单篇幅接近140页。你想想这禁止多少东西？140页那商品。一位熟悉情况的外贸顾问指出，该清单与美国发布的相关产品清单高度相似，实际上就是照着美国人那一套来的。美国禁止什么，大国也禁止什么。大国政府已对所有运往各国的货物实施了严格的出口管制。目前出口这些货物需要获得特殊许可证，并且必须提供货物中接收人的详细资料。这位顾问表示推行这些限制措施的主要动因是大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而非由于担忧因被指是俄罗斯的战争机器而遭受刺激制裁的风险。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大国现在开始管控对俄罗斯的商品出口。这个就是我在以前节目一直说的随着这个战打的时间越来越长，双方都打红了眼，那么大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贸易只会越来越难。以后你就是给俄罗斯卖手指、卖尿不湿，也可能遭到美国和欧盟的这个指责，所以大国就不得不做出调整。毕竟不可能为了俄罗斯这一棵小树放弃欧盟和美国这个一片森林，就这么简单。随着双方打的越来越激烈，大国跟俄罗斯之间贸易那就影响就越来越大。现在是军民两用的进行管控，就名单都列了140页。你说餐具为啥要制裁呢？俄罗斯士兵在战场上用的餐具是大国提供的，你看毒素、微生物那肯定跟药品有关，所以我只能说勒在俄罗斯人脖子上的绳子是越来越紧，这地波老人还能扛多少天，这都是个未知数很有可能一夜之间或者突然之间俄罗斯就崩溃。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